大家好，我係火姐 Florence。咁火姐相信啊，一向有做開投資嘅朋友或者有資產嘅朋友，如果喺考慮移居海外或者喺海外投資呢，咁一個國家嘅 tax system 呢，一定會係大家要考慮嘅因素之一。所以呢一集呢，火姐咧就同大家講下 Malaysia 嘅 tax system。咁好多人選擇移居馬來西亞或者投資馬來西亞咧，正正咧就係為咗呢個原因啦。因為我哋馬來西亞呢邊咧係具有一個非常之有吸引力嘅稅務環境。原來馬來西亞咧已經係同超出70個國家同地區簽咗一個協議，就係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DTA。係確保同一個收入證明係唔需要 double tax 嘅。如果你擁有咗呢個 MM2H 嘅身份咧，換句話嚟講啦，你喺馬來西亞境外嘅資產咧及收入咧係唔需要向我哋當地政府申報嘅。又或者你目前咧係喺馬來西亞境外賺取緊一份收入啦，你亦都唔需要向我哋當地政府交稅。呢度咧亦都有第二個好消息要同大家講，我相信持有 MM2H 嘅大家一定要喺馬來西亞呢邊做一個定期啦。咁除咗做定期之外，一貫你喜歡做投資嘅你哋咧，都會喺度做一啲投資，例如基金啦，或者係買股票。咁大家就會好關心啦，究竟呢啲股票、基金或者定期賺取嘅利息咧，或者係呢啲 capital gain 咧，需唔需要交稅咧？答案係唔需要。呢個政策咧，其實對持有 MM2H 移居嘅朋友咧，或者對海外朋友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友好嘅。接落嚟啦，火姐咧亦都要同大家講喎，因為如果係 MM2H 嘅你哋咧，手上咧至少咧都會買一層樓噶啦，或者係多過一層樓嘅投資。而咧我哋呢邊馬來西亞咧，亦都冇遺產稅嘅。咁呢個政策咧係非常之好嘅，係確保大家投資咗係馬來西亞所有嘅資產及物業咧，如果係要傳俾下一代，甚至乎咧係俾另一半嘅話咧，都唔需要有呢個遺產稅。咁啊，關於呢個遺產稅咧，咁我就了解咗好多國家嘅政策啦。有時我都明白到啦。咁呢個遺產稅咧，分分鐘咧可以令呢個下一代啊，係因為遺產稅咧未能夠支付一筆龐大嘅一個金額咧，而令到佢哋損失咗一個繼承遺產嘅機會啊。咁以上嗰啲就唔需要交稅啦。咁我好相信咧，大家而家好想問火姐，咁究竟係咩情況之下大家係需要喺當地交稅呢？好，咁我等火姐同你講一講。第一就係外國人士喺馬來西亞呢邊工作，咁呢個當然係包括咧喺馬來西亞呢邊咧受薪啦。咁第二啦，當然咧就係你經營生意嘅收入啦，即是係 business income。咁如果咧你哋喺馬來西亞係有開公司咧，咁如果有賺取到呢個收入咧，都必須喺當地交稅啦。咁第三咧就係大家咧大部分咧可能都會關心嘅，就係呢個租金收入啦。冇錯嘅，租金收入咧係需要喺馬來西亞呢邊交稅嘅。咁如果咧外國人係 non-residents 嘅身份咧，咁個稅務咧就係統一咧 30%。咁如果 30% 咧就係由你嘅 net rental income 嗰度去計嘅。咁呢個30% 咧係你嘅租金收入嘅 net profit 咧，嗰個 net profit 咧去計嘅。哇！我相信依家大家咧喺鏡頭前咧係應該嘩一聲嘅，咁係一定會問火姐，喂，有咩辦法咧可以唔需要俾咁高嘅稅咧？咁當然啦，咁如果你係 MM2H 持有者，咁又或者你目前喺呢邊返工咧，咁我相信咧以下呢個方案咧你就要聽清楚啦。點解唔需要俾咁高嘅 tax 咧？當然係成為我哋嘅 tax residents 啦。咁外國人咧又有咩辦法咧可以成為 tax resident 咧？最簡單直接嘅就係一年住滿182日咧，就可以成為我哋嘅 tax residents。
但係我哋馬來西亞政府咧都對大家幾好㗎喎，係唔需要連續性咧咁樣去住182日嘅。咁只要係1年內咧都可以離境啦，或者翻嚟馬來西亞咧，只要係1年入邊咧累積到182日咧，你都已經係夠資格咧去做呢個 tax residence 啦。咁第二個方法，如果你未能1年咧儲夠182日咧，咁就唯有咧你需要3年嘅時間去累積成為 tax resident 啦。咁個方法就係第1年累積90日嘅居留權喺馬來西亞，第2年一樣累積90日，第3年累積90日，咁第4年咧你就自動咧係成為呢個 tax residence 嘅。咁以上2個方法咧都係可以建議俾大家。咁做咗 tax resident 究竟有咩着數咧？咁做咗 tax resident 梗係同火姐一樣俾一樣嘅稅項啦。咁你就可以咧好似火姐啦同埋當地人咁啦，跟我哋本地人有呢個階梯級嘅呢個 tax 嘅 system 啦。咁我哋嘅階梯級咧最低咧就係0%啦。咁以及咧 maximum 咧，如果你嘅收入超過200萬馬幣咧，係最高嘅 tax 咧係30% 嘅。咁除此之外啦，如果成為 tax resident 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1年嘅 tax release 嘅 amount 嘅，就係喺35,000，少過35,000咧都唔需要被徵稅。咁除此之外，咁大家咧都會可以享用到一啲好似我哋本地人嘅 tax release 嘅 benefit， 又或者一啲 tax discount 或者 promotion 嘅 benefit 啦。咁啊 MM2H 嘅朋友，咁經過火姐呢一集嘅解釋之後咧，大家咧就詳細計翻條數，有唔有夠資格咧做 tax residence 啦。好，火姐呢一集嘅解釋咧就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咧呢段影片嘅資訊咧對你或者對朋友屋企人有幫助咧，咁啊快快幫我 share 出去啦。咁記得咧撳個公仔 subscribe 埋我嘅 channel。咁下一集咧有更多資訊咧可以分享俾大家。我係 Florence， 大家最專業嘅馬來西亞第2家移居專家。大家記得去撳個鐘仔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頻道，我會努力拍多啲關於馬來西亞嘅衣食住行影片俾大家。